大家好，我是达西，今天来参加发小的婚礼，一会儿带大家去见新郎新娘。我们婚礼上准备好多美食，8把饭、面食，还有奶制品、手把肉、牛羊肉，还有准备菜汤、肉汤。他就是今天的新郎，我的发小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今天也见证他们的婚礼了，特别高兴，祝他们幸福快乐。